ทำไมอันต้นยินสังหารไม่接受呢個救主，接受呢個福音，因為要思想攔住嘅嗱。二哥林陀36節啊，讓人講到係講人去悔改聽上帝嘅路，你啊攔佢嘅上帝嘅近開，上帝嘅近走嗱，係講自家要謙卑去悔改，打開心量接佢上帝。大家看開，你攔切家唔係相信佢嘅，因為到時家接受佢嚟講，去悔改嚟講，去打開心嚟講，信靈落時嘅心中。二哥林陀37節人用講到，上帝就係靈，啊沒有靈，啊沒有脫離，嗱係講自家心打開嚟兩接上帝，做自家嘅救主。在耶穌基督名，切家攔住切家相信佢嘅，攔切家唔服佢嘅，佢嘅近走，因為咗要去悔改，即係改變自己嘅思想，改變自己嘅行動，唔係自己行理沙，你係行盡上帝理沙，嗱，即係要謙卑嘅心，嚟打開心，兩接佢上帝讓後嘅近走，一攔切家嘅，嗱，上帝祝福大家，阿門。